想喺日本做業主收租，但又驚中伏，唔使驚，等我話你知點樣用超底價買日本舊樓，仲可以月收日元租金。日本舊屋同其他房產究竟有乜分別？主要係購買金額、建築特點、租金回報率以及管理等方面有啲唔同。點解日本舊樓咁吸引人？除咗價格優勢、升值潛力、永久產權外，仲有日元嘅匯率優勢。首先係平過香港一個車位，大阪福岡嘅舊樓可能200萬港紙就有交易，租金回報高過香港，平均4%到8%回報，仲要係日元結算，匯率低位入市仲有着數，仲有永久業權、世代傳承，唔似得香港得99年，日本樓係你嘅就真係你嘅。應該點樣去投資？3大投資策略總有一款啱你。一係收租，買間近車站嘅舊樓，租俾日本打工仔，等錢自動入賬。2翻新轉售，執靚間超和風老屋，轉手賺20%到30%，裝修仲可以扣稅。3民宿短租，京都挺屋變身網紅民宿，遊客搶住，回報衝10%，但小心日本買舊樓有3大伏位，內陣標準唔合格，1981年前嘅樓要驗清楚，維修費突然爆煲，預留10%預算做急救基金，租唔出，一定要揀人口增長區，避開鄉郊鬼城。點先可以穩陣賺錢？穩賺建市驗樓，避開漏水同結構問題，請稅理士計數合法慳稅，委託專業管理公司，唔使自己飛過去收租。想知邊區最抵買？點樣用香港收入申請日本樓按？訂閱我哋頻道，我哋教你日本買樓 Step by Step。